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12月3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列王记上卷第3章5到14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14到1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来分享的是判断。昨咱有提到讲到智慧这两个字，伫圣经中间上出名有智慧的人就是所罗门王。咱通常会讲到伊的举一个例，就是伊咧判断两个妇人人咧抢婴仔的代志。就是讲咱会讲到，因为所罗门伊有智慧，伊有好的判断力。来显示讲伊是一个足有智慧的人。但是牧师的讲法是，所罗门王上有智慧的部分，毋是因为伊有智慧，是伊会晓得去追求、去讨上帝的智慧。咱会当看伊的一生来看，对伊的一生来看。当伊会晓追求上帝智慧的时阵，伊是一个有真正真智慧的君王，也吸引济其他的国家的人来进贡来追求伊所拥有的这个智慧。但伊开始掠做家己的智慧是伊家己的时阵，伊开始用伊的所有的智慧去追求家己的利益的时阵，也追求济的查某人，伊就开始来离开上帝的道路。伫今仔日个经文的中间内容上卷第3章第5节到14节，就是记载着上帝咧问所罗门，伊要爱伫啥物？伊安尼来回答上帝，伊讲：你要施大恩互你的奴仆，是我的老爸。照伊用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心，甲你伫地，行伫你的面前，你也甲伊留即个大恩典，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坐伫伊的位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当你互你的奴仆煞接我老爸大必做王，总是我是囡仔，毋知着怎样出入。你的奴仆踮伫你所敬的百姓中间，这的百姓侪到袂得算，袂算得，也算袂了求你赏赐你的奴仆智慧的心，通判断你的百姓来分别好歹，因为只有判断你遮济的百姓这就是牧师拄则所咧讲的，伊上有智慧的是，伊会晓得去追求上帝的智慧。这个伊知影伊家己无，所以伊追求。所以咱看到后壁煞接的经文的中间，咱会看伊讲上帝真欢喜伊的回答，因此就赏赐伊智慧，毋但安尼尔，阁赏赐伊比任何一个君王更较丰盛的这个荣华富贵。但是真无彩，就是讲所罗门王却袂记得伊老爸所传承互伊一个美好的遗产，就是这个忠心敬畏上帝的心，追求上帝的旨意。伊失去用上帝的智慧做基础的判断力，所罗门王就开始离开上帝的生活。也袂记即种美好的资产，敬畏上帝的智慧，传承互伊的后一代。咱伫新约看见法利赛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虽然真知影旧约圣经所讲的应允，却失去迄个判断力。耶稣基督安尼论着讲，我虽妄着本身做干净，我的干净也是真的，因为我知本身对倒落来，对倒落去。恁毋知我对倒落来，对倒落去。恁照肉体耳断人，
我无臆断人。我若有臆断，我的臆断是真的，因为我毋是家己伫地，是我甲生我的爸三甲伫地。搁伫恁的律法有记载，两人的感情是真的，我是为着家己做感情，生我的爸也为着我来做感情。咱会当看见耶稣基督用迄个找伊来的爸，就是迄个上帝来做判断，就讲伊有迄个判断来判断世界的一切。这个仪表耶稣基督有最后的审判的权柄。也提醒咱必须爱有上帝的智慧，做咱判断代志的凭据，毋是掠做家己有这个教育的智慧会当判断。那安尼，咱真容易就会离开上帝。求主帮咱会晓去追求上帝的智慧，因为上帝的智慧才是咱所要爱追求。咱袂当掠做家己是有智慧的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12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列王纪上第3章5到14节。约翰福音第8章12到19节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判断。我们在昨天的读经里面提到了智慧，而圣经当中最著名，我们大概最直接会点出的一个人，就是所罗门王，他是智慧的代表。那我们通常提到他的时候，都会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他在审判这个判断2位妇女争夺婴孩的事情，他的判断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说所罗门王的判断力来显示他的智慧。这个是没有错，但是牧师的看法是，所罗门王最有智慧的部分，不是他自己有智慧，而是他懂得追求上帝的智慧。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生来看，当他懂得，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，当他懂得开始追求上帝的智慧的时候呢，他就这个非常的顺利啊，非常的亨通。他是一位真有智慧的君王，当然也吸引了许多在他附近的这些元首领袖来进贡，这些国家来进贡，来追求他所拥有的智慧。一旦他开始以为自己拥有智慧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，特别最具代表性的是后宫3000佳丽，他开始了远离了上帝的道路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列王纪上第3章第5节到第14节，正是记载了上帝在问所罗门王你要什么的时候，他的回答。他这样回答上帝，他说，你一向对你的仆人我的父亲大卫大施慈爱，因为他对你忠心诚实，有纯真的心，你不断地给他浩大不变的爱，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今天坐在他的王位上。上主，我的上帝，虽然我年轻，不知道怎样治理国家，你还让我继承我父亲做王。我在你所拣选作为自己子民的人中做王，他们多得难以计算，所以求你赐给我一颗善于识别的心，能判断是非，好治理你的人民，
不然我怎么能够统治你这么众多的人民呢？注意看他提到的是他的父亲多么的忠心、纯真、诚实的跟随上帝。那因为他的要求，或是说他求智慧，我们就看到后续的经文，上帝非常喜欢他的回答，因此就赐给他有够的智慧，然后也赐给他比任何君王都还要丰盛的荣华富贵。然而他忘记了，所罗门王忘记了他父亲传承给他，就他自己也提到的，大卫是忠心诚实有纯真的心的啊，可是呢，他却忘记这样的遗产啊，这是非常好的遗产，忠心的敬拜上帝，追随上帝的旨意，就连他想要盖圣殿，上帝说你不准哦，他也是顺服的。所以他失去了以上帝的智慧为基础的判断力，所罗门王就开始了远离上帝的生活，也忘记要将美好的资产、敬畏上帝的智慧传承下去给下一代。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到了法利赛人，他们虽然是上帝的选民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虽然懂得旧约的应许，却失去了上帝的判断力。耶稣基督这样论道：即使我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证言也是真实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以人的标准来判断人，我却不以人的标准判断人。即使我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判断，而是那位差我来的父亲和我一起判断的。你们的法律书上记载，有2个人见证相符，他们的见证就算是有效。我为自己做见证，那位差我来的父亲也为我做见证。耶稣基督是以那一位差他来的父亲的判断力来判断这世上的一切，这预表了耶稣基督在末后的时候他的审判的权柄，也提醒了我们必须要有上帝的智慧来做我们判断事情的依据，而不是自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判断。这个时候要小心，我们很容易就因为这样子来离开上帝。